你说加热太多失败？对呀，所以这样子很多不成功的。老人家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钻研专注的实验过程，无师自通，来自锲而不舍的拼劲。阿嬷自己调配的洗洁粉，对抗油锅上的顽强污垢，瞬间奏效。很难干净的，这有办法，一下子就清洁溜溜。强调天然的最好，阿嬷把家里的大小物都拿来实验，洗肉、洗菜、洗水果，吃下肚也保证安全。以前说妈妈肉洗衣机呀，那么我这个就是妈妈肉洗衣粉啊。原本是10多年前从黄豆得到的灵感，发现天然皂素可去污，却有让河川优氧化的后遗症。阿嬷后来改用碱粉小苏打，依旧坚持不用化学成分。现在很多人说我这是天然，其实天然是嘴巴讲的，真的有经过国家的检验的，可以说是我们第一家。因为媒体报道，阿嬷的天然洗洁粉开始广为人知，现在老人家更积极，到处推广。开早餐店的，来这抱着我，那么好，我洗冰箱都好，就是都好。我说你在发现新大陆哦。挫折没让他气馁，反而更激发向前的动力。从乏人问津到知名度大开，洗洁粉的好，不止好在天然，也好在老人家最诚恳的实在。时代在进步啊，诚实绝对不会退步。做生意后要走良心。长做得到，长长久久。做生意要凭良心，才能长长久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都这样跟儿子说。对。为地球尽一份心力，82岁的阿婆是真的踏踏实实的在做，因为使命感，在小小的身躯，你会感受到强大的、活泼的力量。做生意爱做良心，长做得到，长长久久。做生意爱做良心，长做得到，长长久久。